就民进党客家事务部的主任哦，咱客家人哦，在座刚阿哥有客家语有冇？看数一下，有啊？哦，不多哈，才2个朋友哈，阿哥我想虽然恁可能听无迄客家话，阿哥呢都自摸吼，我想透过音乐，你嘛会使感受到客家的迄种山歌吹到迄种山风啊吼，迄种河流的迄种气味啊吼。上尾这首歌叫做《色彩林茶》啊。我会想象着讲，伫个茶山，吼，咱即摆大家拢伫个茶山哦，有个人挽茶，有个人做茶，有个人泡茶，有个人啉茶，吼。所以呢，规个山呢，拢是茶的迄种气味甲香味啊，吼。所以呢，有个人少年人可能伫个谈情说爱，老大人呢就伫个开讲，讲一寡故事安尼吼，想象一下吼，好，就来听这首较摇滚的市场。Band.